由華潤置地發展，位於西南九龍發祥街西8號嘅瑞景，細分6期發展，設有6座住宅大廈，合共提供2200伙。近日就推出咗第一期，瑞景1提供507伙，戶型涵蓋1房至3房，主打2房戶。瑞景基座設有約10萬平方尺嘅華潤萬象生活商場，亦都係華潤品牌喺香港首個商場項目，相信會提供唔同類型嘅商店，滿足日常基本所需。項目基座同時設有約12萬平方尺嘅綠化空間同埋住客會所，提供多項嘅設施，讓住戶喺屋苑內有休憩空間。瑞景鄰近港鐵南昌站，設有蓋天橋連接商場同埋南昌站，3站直達香港站，1站到柯士甸，可以轉乘高鐵前往內地。項目附近都有巴士站同小巴站，提供唔同嘅交通工具前往各區。瑞景小學校網屬於40校網，中學就屬於深水埗區。區內有多間排名前列嘅中小學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一齊參觀一下示範單位。首先我哋去睇嘅係3B 座28樓 H7 圍欄本，有裝修冇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473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入門設有小玄關，右邊設有一個嵌入式嘅鞋櫃同埋層架，可以收納簡單嘅外出用品。然後就係客飯廳同埋開放式廚房。開放式廚房位於廳區嘅一角，曲尺型工作台面，上下廚櫃，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配有名牌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雪櫃就係擺放喺飯台旁邊。飯廳放置圓形餐台，配有水滴型吊燈，打造優雅嘅用餐空間。另外一邊就係客廳，擺放米白色梳化，配上暖色地氈，打造舒適嘅休閒空間。再放上茶几同埋電視櫃等等。廳區外連3合1大露台，擺放咗戶外藤椅，喺露台享受陽光與自然。浴室以趟門設計，節省唔少嘅空間。油窗屬於明廁，有利排走濕氣，並以企缸設計，另設有多咗嘅收納櫃，有空間擺放衛浴用品。呢間睡房改成為書房或者係多用途房間，擺放咗書台、層架同埋收納櫃，方便擺放收藏品。走廊嘅盡頭就係主人房，間隔方方正正，雙人床靠窗擺放。其中一面牆掛上布藝裝飾品，打造溫馨嘅休息空間。落地大玻璃窗與房同闊，提升採光之餘，亦都可以望到窗外景觀。設有床頭櫃同埋置頂大衣櫃。然後我哋去睇埋3B 座28樓 B 室圍欄本冇改動嘅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313尺，屬於1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入門設有小玄關嘅位置，一邊設有全身鏡，一邊就係嵌入式嘅收納櫃連雪櫃。接住落嚟係曲尺型嘅開放式廚房，上下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配有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蒸焗爐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廳區方方正正，可以擺放到1至2人用嘅家具，包括小餐台、梳化、電視櫃等等。外連3合1大露台，已備有摺疊戶外家具。房間呈長方形，雙人床可以靠窗擺放，同時可以再放置衣櫃同埋梳妝台。L 型落地大玻璃窗可以提升房內採光。浴室位於房間入邊，打造套廁設計，以趟門設計節省唔少嘅空間。企缸設計亦都有唔少嘅收納空間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